嗱喺地理位置方面咧，佢特點咧就係位於新界東北喺八仙嶺做一個屏障啦，而下邊其實喺西貢半島做一個所謂天然屏障嘅。咁喺吐露港嚟講咧，就全長嚟講係16公里長，最窄嘅口咧係1公里，就剛剛喺嗰個即係而家有啲水警基地嗰個位置度，咁最主要咁。嗱呢個地理位置咧就另外咧就船灣海本身咧就呢個位置啦。船灣海本身係3乘2公里嘅啫，即係主要係內海中嘅內海非常之細嗰個內海，包完再包，即係包兩浸咁啊，變咗咧個情況咧就係喺輸送嗰個水進出嘅時候咧係絕對係有少少問題出。嗱佢地質嘅地貌嘅特點咧，佢附近我哋而家見得到嘅泥灘沙灘，所以嗰啲咁嘅物質咧，沉積物質咧，基本上來自咩？主要係八仙嶺方面嘅一啲火山嘅灰岩，係億6年前啦。咁呢個佢上流風化咗，即係風化侵蝕咗之後咧，衝落下游。佢南邊亦都有少少沉積岩，即係喺馬士洲嗰度供應。呢啲咁嘅沉積物咧係供應咗俾泥灘，即係而家目前龍尾嘅泥灘，同埋即係現成佢有啲沙灘嘅一部分嘅一啲來源嚟嘅。嗱呢個情況底下咧，其實呢個黃嶺就最高啦，總共有8個山峰，咁令到呢個環境係相當 protective， 好保護嘅。咁同埋喺保護底下咧，亦都最主要有7條河溪，主要有7條河溪。咁呢7條河溪咧係包括即係近龍尾呢度啦，老池田。咁最主要影響到龍尾嗰個位置咧，都係呢3條河溪為主。咁但係咧，主要呢7條河溪咧就供應咗整個龍尾呢啲咁嘅沙田嘅供應。嗱咁嘅情況底下咧，你會發覺得到咧，就會形成咗好多咁嘅地貌出嚟，即係包括礫石灘啦，同埋啲沙灘泥灘。水退嘅時候，亦都形成一啲泥凼啦，或者係一啲沙灘咁亦都有啲沙壩，咁亦都造成一啲相當唔錯嘅理想嘅一個好平靜安定嘅環境俾一啲生物。嗱，水流方面啦，當水漲嘅時候咧，其實個水流大致上咧係咁情況。咁好窄嘅，窄口嚟講咧，入出相當窄。其實佢自然調節淨水係嗰個方式嚟講咧，或者個時間需要長好多。同埋有一個問題咧，佢出口係700米啦，同埋水本身係好淺，5米或者以下，通常係3米，平均大概3米左右深嘅。咁近乎咧叫做我哋叫做封閉式嘅靜水污水嘅一個系統嘅就係另外咧就係呢笪地方係好重要。呢笪地方咧係照80年代末咧，其實係一個污泥嘅傾瀉區。咁嘅情況底下咧，呢啲咁嘅種種嘅原因加埋晒之後咧，其實係有啲問題出現。咁佢除咗譬如話，如果你加上附近嘅屋多人居住多廢物多呢啲咁嘅殘渣多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其他嘅一啲藻類其他嘅嘢污糟嘅污物而積累落去，咁亦都形成咗譬如好似呢啲咁嘅sludge 即係土嗰類嘅嘢。咁水亦都證明咗呢啲，其實證明咗咧就係一啲水唔得流通，即係好似我哋血液唔流通嘅時候咧所造成嘅一啲問題。咁亦都呢啲係包括紅潮，咁經常都會有。咁呢啲其實我去過幾次啦，喺近期都係即係呢啲天氣嚟講咧，都我每一次去親都睇到紅潮嘅。我唔知佢即係其他嗰啲做環評嗰啲係點樣做咁，但係咧我每次去親都睇到即係唔知係咪好彩定係事實係咁舊污染嘅傾瀉區同埋急速嘅人口嘅增長係民服務發展喺周圍污水排放嘅增加，平靜同埋封閉式嘅內海咁嘅形式。如果有個咁嘅沙灘，你究竟會唔會放心俾自己，或者你自己家人去游水？呢個好大疑問即係咁好簡單介紹啦。咁如果係搞掂各位朋友有興趣知道多啲，或者係自己有啲咩意見嘅話，我好希望即係大家可以一陣間講完我就可以再。